贝达下山乞讨了一点食物去看文喜，文喜却和以前一样，所以贝达非常伤心。哥哥，不管从哪方面看，你连人的名字都不配，请你以木画为生，我们2个弄衣服来供养你。我纵然饿死冻死，也不会为寻找衣物而下山的。专门为追求精美的饮食，穿着华丽的衣服，去汇聚亲朋，纵情酒食娱乐，这都不能满足我的心愿。我的心愿只需如此就满足了，请听听吧。Rchodondorun chunina nga nalam juru sambar zugbayen Rgona merji metatan Hyanang metar Rchodondorun chunina nga nalam juru sambar zugbayen Nga karsong rumu metatan Darsong tasu metar Rchodondorun chunina nga nalam juru sambar zugbayen Mê de lòng trắc phụ ta chẳng bốn chơ mong làm đờ Rô tôn đờ thế bà rê shô thế nạp sản bà dục bà yên 你最初说的话和现在的行为果然一样，实在难得啊。哥哥，不管你说什么，你吃的和穿的一点都没有，我真的于心不忍，我一定尽力为你弄件衣服过来。走。由于勤奋修道，尊者出现了觉得自身能够随遇变化，乃至飞腾空中等种种离奇的神变境界，身心能变出100种不同的形象，每一个变化成的身体能飞往一佛土听佛说法，又能为无量众生讲法。后来莫能在空中飞行，有一天飞回扎加达苏，在达苏附近有一个小地方叫隆达，在那里有从前死于贪污下的叔父儿媳的哥哥爷孙2人。那时孙子在拉犁，爷爷仗着犁头正在耕地。孙子看见尊者在空中飞行，惊呼道：爷爷看呀，特别奇怪，一个人飞过来了。没什么好看的，这是泼妇娘查噶尔坚的儿子，一个骗子米拉，肚子里没有吃饱的那个混蛋，不要让他的影子从我们头上掠过，拉你的篱笆快。还有什么比能飞的事更稀奇的呢？现在我住此地时间已久，又曾多次矢口夸奖佛法，尤其得到睁眼后飞腾空中的事也被人看见了。现在仍然住在这里，一定会有很多人来求保佑、求加持，恐怕会遭世间8风的障碍，对修行很不利的。现在只好到上师所预示的地方切瓦尔那个地方去修行吧。我的罐子，上师之，这也是一切无常的实力啊。
캣바르 딸람 조르 쯤을림 손어 디나 날람 조르 말랑아 영메트 접라 손립시드 모르요t 근디밤 코르자 디탈란 쳬바블라 마르숑 치머뜨 샷바 항옴 서르치 于家师，于家师，你过来，到这里来，我们一起吃饭。过来，过来，我们这有食物，我们一起吃饭。哎，来吧，于家师，我们一起吃饭。谢谢。你吃这个。我看你这人还很伶俐，你受这样的苦，不如去做个世俗人，搞得好则可有骏马可骑，佩戴宝弓良箭，征服自己憎恨的仇敌，积聚钱财，保护所爱的亲友，也会使你享乐无穷。要不然去经商，也可以出人头地，乐在其中；再不然就去给人做奴仆，也可以享受点好衣好食，比你这样要快乐得多。你以前不明白，那么现在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他是一位很好的修道行者，我们是世俗的话，他绝对不会听的。你别再说了。行者，你的嗓子很好，你唱一首对我们心灵有益的歌吧。你们看来我是很苦的，其实这世间像我这样快乐、明白、想得透彻的人再也没有了。我有你们所认为的上等人那样的快乐，你们听吧。파춘전에 마르브 잡란다다 나토나 라무 담가자 곰나 잔프 쳐지는 통은 양나 통이더라 바른둑 탁치는 샘기들 잘 먹었죠나 탭삼을 곰버 쩍차버전 롯도 법총을 잡도 걸어 다음 동랑 알럭도 톡 Hirabara trolo lapta tongba nyutjur zemola Hirabur non boom digop zugum dampin bar gel kamayon lampin Tokpa tatpa chan la po Shvangan znutju pongbo shi Tipshir jana nyon non dolo Nyen non ruchugu sem chaner kyong Nyokner jalva kompangan nyon Jiktin burskid lar mon yume您是一位很好的行者，请保护我们，加持我们吧。天哪，你快看呐！啊，这个人，哇，这个人好像受尽了苦难的折磨。怎么这样？哎呦，可千万不能变成他这样的，好可怜啊！唉，天哪，太可怜了，太可怜了，看着这个样子，实在是令人心酸啊。是啊，姑娘们呐，我不需要你们操这份心，你们就是发愿要投生像我这样子，也恐怕投不了啊。可怜，实在稀奇，真正可怜的是你们自己啊。집가트는 잘라 솔로한데베 띵한 갈버 닉말라 참바에 땀을 vientom çoda zorporen çene sırlepçen Çubalam kırdov jena